聖言誦讀。上主，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今日係教會年曆常年期第11周星期一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。弟兄們，我們與天主合作的人，也勸你們不要白受天主的恩寵。因為經上說，在悅納的時候，我俯允了你；在救恩的時日，我幫助了你。看，如今正是悅納的時候；看，如今正是救恩的時日。我們在任何事上，為避免這使人與天主和好的職務受詆毀，不但沒有給任何人跌倒的因由，反而處處表現我們自己，有如天主的僕役，就是以持久的堅忍，在艱難、貧乏、困苦之中，在拷打、監禁、暴亂之中，在勞苦、不寢、不食之中，以清廉、以明智、以容忍、以慈惠、以聖神、以無偽的愛情、以真理的言辭、以天主的德能，以左右兩手中正義的武器，經歷光榮和凌辱，惡名和美名，像是迷惑人的，卻是真誠的；像是人所不知的，卻是人所共知的；像是待死的，看，我們卻活着；像是受懲罰的，卻沒有被置於死地；像是憂苦的，卻常常喜樂；像是貧困的，卻使許多人富足；像是一無所有的，卻無所不有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嘅答唱詠係選自聖詠98篇。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，因為他行了奇事，他的右手和他的聖臂為他獲得了勝利。上主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救恩，已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。他記起了自己的良善和忠誠，即向以色列家族廣施的寬仁。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因此，普世大地，請向上主歌舞，請踴躍，請歡樂，彈琴演奏。恭讀聖瑪竇福音。耶穌對他的門徒說：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我卻對你們說，不要抵抗惡人。而且，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，
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。那與你爭訟拿你內衣的，你連外衣也讓給他。若有人強迫你走1000步，你就同他走2000步。求你的就給他，向你借貸的，你不要拒絕。上主的福音。聖言反省。舊約裏面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嘅教導，唔係為咗提倡報仇，而係為咗規範限制。受到傷害之後進行報復要有限度，唔可以用超過自己受到嘅傷害加諸喺對方身上。耶穌以愛嘅寬恕精神對佢加以完善。基督徒唔否認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嘅正義價值。報復律係有佢嘅時代嘅合理性，但係如果缺少慈悲，只係強調正義，咁正義必將唔會存在，俾世界帶嚟嘅只能夠係殘酷無情。更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得救離唔開天主嘅慈悲寬恕。如果天主僅以正義對待我哋係冇人能夠得救嘅。寬恕得罪我哋嘅人，係我哋獲得天主寬恕嘅基礎條件。主，感謝你，我將我的心靈和工作全獻於你手中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每日聖言由生命恩泉製作，樂人出版社提供反省資料。